每個貓奴狗奴最重視嘅當然係主子們嘅健康同生活質素。今次我哋會介紹6款寵物用品，幫助你更好咁照顧毛孩。想知道有啲咩好物介紹就睇埋落去啦。大部分毛孩家長都需要出去返工返學，唔喺屋企心思思掛住主子，又怕佢哋悶。Annabot Roller Mini 寵物互動機械人就幫到你啦。佢係一款可以喺全屋移動嘅智能寵物監視器，配備300萬像素 2K 超清相機，加上紅外線夜視功能，自動捕捉寵物嘅身影，支援雙向語音通話，仲內置多種互動動作同音效，放工放學前都照可以陪到毛孩玩。機身用咗不倒翁設計，就算俾主子擊到都可以自動起返身。作為主人，當然擔心毛孩會走失啦。介紹 Glocommi T Tracker 全球 4G 智能定位器俾你，採用6重定位技術，加上實時追蹤功能，室外定室內都覆蓋到。有安全電子鎖圍欄功能，毛孩一離開自設嘅安全範圍就即時提醒，10米以內仲可以播放鈴聲，快速辨識寵物位置添。咁以後出街都唔使驚毛孩玩太興奮走失啦。喺屋企一樣都可以輕鬆幫主子扮靚同應付大量甩毛嘅換毛季。OneSaw Cryo 吸毛及吹毛器可以一邊梳毛一邊吸毛，有效吸走99% 寵物毛髮。配備多個替換頭，包括貓狗指甲鉗、寵物順毛頭、寵物剃毛器等等，滿足唔同寵物護理需要。仲有快速吹乾功能，超靜音設計，唔怕毛孩會驚啦。每個毛孩家長都想全天候望住主子嘅得意樣，外出嘅時候可以用 Pigfin P0 寵物 AI 伴侶監控攝錄機啦。鏡頭可以水平350度同垂直90度轉動，會自動追蹤寵物，每日收集寵物嘅片段，再用 AI 自動剪成短片，生成毛孩嘅觀察報告。當毛孩望住鏡頭嘅時候，會播放毛孩家長嘅錄音，安撫佢哋嘅情緒，令毛孩感到安心。主子隨住年紀嘅增長，有機會出現骨骼退化嘅問題，又或者其他身體慢性痛症嘅狀況。介紹以下2款利用光療減輕主子身體不適嘅產品俾你哋啦。如果你毛孩經歷緊術後康復、慢性疼痛或者炎症，就可以用 Fortiso Vet Care 幫毛孩加速手術後嘅康復進度同埋緩解痛症問題。適用於所有種類同大小嘅動物，結合紅光同埋近紅外線技術，有效促進傷口自然療合，並且刺激免疫系統，幫助寵物快速恢復健康。Sirius Pet 寵物紅外線光療墊係一款幫主子預防同改善關節問題嘅產品，覆蓋腰到膝關節，適合年長或者患有關節不適嘅主子使用。近紅外線技術直達深層組織，有效促進血液循環。紅外線所產生嘅熱力可以消除關節疼痛部位周圍嘅炎症，舒緩筋骨。關注主子健康同埋生活質素嘅你哋，快啲嚟豐澤選購啦！